Hello，咁多位司機大哥好，今日呢條片咧主要教翻咁多位點樣註冊你哋嘅個人帳號，同埋登記翻的士資料。完成晒呢啲登記之後咧，就可以使用我哋 Dash 嘅接單服務噶啦。咁首先我哋當然要喺 Play Store 度下載翻我哋 Dash 嘅司機版本先啦。好，咁第一個步驟就係輸入翻我哋嘅電話號碼。呢個時候咧，咁會有一個6位數嘅驗證碼會 SMS send 俾你，輸入翻驗證碼啦。好啦，咁嚟緊我哋會進入第二個步驟啦，就係註冊同埋登記個人嘅資料啦。呢一度需要大約5至10分鐘，要準備好你嘅身份證、的士司機同埋銀行卡嘅相片或者即時拍攝都可以嘅。好，我哋喺呢度咧可以輸入我哋嘅個人資料啦，亦都要輸入我哋嘅的士司機證編號。咁呢度咧，我哋要輸入翻閣下嘅銀行戶口帳號，呢個亦都係你嘅收款戶口嚟嘅。係啦，咁將來所有嘅款項將會打入呢一個銀行戶口，所以記得填寫翻你想用嚟收款嘅銀行啊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要上傳我哋嘅照片，可以選擇相機或者喺圖片庫。身份證之後咧，就到上傳的士司機證嘅照片，然後就可以再輸入銀行卡正面嘅照片。所有相片上載完之後咧，進入一個確定頁面啦，你可以再 check 一次所輸入嘅資料係咪正確。然後最底行呢度有一個條款及細則，藍色咗可以撳入去嘅位咧，記得要打開。確定條款細則冇問題之後，剔一剔再註冊。如果你冇打開條款及細則，你就會撳唔到呢個註冊掣噶啦。好，成個註冊手續咧已經完成晒啦。我哋一般只需要1個小時咧就可以為大家審批，就可以使用噶啦。咁審批工作完成之後咧，你就會見到呢個頁面噶啦。歡迎加入 Dash 成為 Dash 嘅司機。而如果你本身係用緊 Dash 支援嘅新 Tech 智能咪錶，只需要喺右下角撳本間登錄，再根據指示同你嘅咪錶配對翻，就唔需要再重複輸入的士嘅資料。而如果你唔係用緊新 Tech 智能咪錶嘅話咧，我哋就要去登記我哋嘅的士資料啦。喺左下角撳咗接單之後咧，我哋見到有新增駕駛的士，撳入去，需要填寫翻你所駕駛嘅的士嘅車牌號碼，然後我哋要拍攝的士行車證嘅相片，亦即係位於車頭擋風玻璃細細張嗰一張，拍攝或者喺相片庫入邊揀翻，亦都可以。再之後選擇翻你嘅的士類別係紅的、綠的定係藍的，揀翻相對嘅型號，確認新增嘅所有資料都係正確之後咧，就可以正式撳確認。就係咁簡單。經過審批之後，你嘅的士已經成功登記好啦。如果你有時會揸唔同嘅的士，亦都可以再新增第2部嘅的士。咁去到呢一度，你已經完成晒所有需要登記嘅步驟㗎啦。喺你都介紹翻，我哋 Dash 嘅接單平台係唔會收司機任何嘅手續費，亦都唔需要買單。我哋都唔會做任何85折或者一口價，所有收費亦都係按咪錶計算。如果你都想試用 Dash 呢個以司機為本嘅接單平台，就快啲去下一條片睇下，學習點樣接單啊！